有当时遐个话吼，如果是黄冷顿来打发啊吼，真实是往常就是脑界做味噶。比如咱真老打一个打包带喜欢别人个老婆啊吼，遐可能听到啊吼，办公做诶角度意见，咱过袂正经吼。但是如果这句话去黄冷顿来打吼，打早打，你喜欢个人做了别人个老婆，来你只啊吼就显示出你特别加亲情。你如果你这种打一个两大学生，真正你去学习，真咩话去 KTV 个正棒啊！你这种听办高做的角度啦，这个两大学生非常讲唔正吼。你如果黄冷顿啊吼，你也是打这个两大学生，真咩去 KTV 个正棒，真正我讲题去学习，人真听办高做的角度啦，伊非常讲努力。你这样陪打一个人去正正点啊吼，咯，愈讲愈败。听办高你做的角度啦，伊这个人特别讲无冷。你如果你打做愈败愈强啊吼，你听起来就觉得这个人啊吼特别加勇敢，蛇青还是迄个蛇青，只是换一种打法啊吼，就完全可以唔变样去。像达到这些生活当啊吼，如果有人啊吼，那个老大门那个打了迄个打了钱啊吼，来你得回了清喜听的啊吼，唔你就得正喜听个大喜流。